爸妹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阿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个消息，就是阮老台语随书台语社 YouTube 要开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随书生活的分享。阮台语社的乡亲刷落来会拍一寡影片，毋但会当练台语，嘛会当甲大家分享阮伫随书的生活哦。常常拢有人问讲，随书是伫倒位啊？即马我就来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咱来看网络悬顶的世界地图，正手边是东边，倒手边是西边，下骹是南边，悬顶是北边。若是为东边开始，有大洋洲，就是澳洲甲纽西兰遮个所在。搁过来就是亚洲，有台湾、越南、印度遮个所在。搁向西边遮就是欧洲，有瑞士、瑞典、英国、法国遮个所在。搁南边就是非洲，搁过去就是美洲。瑞士是伫咧欧洲，毋是伫澳洲哦。澳洲甲香港边仔的澳门即两字是共款澳，若是无共的，迄字就是欧洲遮哦。咱拢知影日头是为东边出来，所以伫地图悬顶愈东边的国家，时间就愈早。所以咱会当知影，台湾的时间是比瑞士搁较早哦。热人的时阵早6点钟，寒人的时阵早7点钟。若是要为咱台湾去瑞士，爱坐飞轮机，目前并无直飞，一定爱转机，至少一摆。上紧嘛爱15点钟哦。好，即摆咱搁来复习一解。东西南北分会清，澳洲、欧洲讲会明。若问瑞士正几点？台湾较早6点钟。今仔日就为恁介绍到遮，我是台湾阿猴，期待再相会。